持黃婉曼，好開心又可以同你哋一齊睇下天氣。咁先報道一節新嘅消息。咁相信大家仲記得颱風天鴿。咁天文台搜集更多精密嘅數據，經過仔細嘅分析之後，決定將天鴿升格為超強颱風級別。咁係繼1979年嘅荷貝之後，再有超強颱風襲港㗎。咁爭少少啦，會重演當年溫黛嘅威力啊！咁今次天鴿特輯一連5集，我會帶大家跳出天文台，喺香港同埋澳門重溫一下天鴿嘅威力，點解會咁犀利呢？我哋先同大家跳到鯉魚門。鯉魚門係維港東面嘅入口，位處低窪地區。超強颱風天鴿8月襲港造成嘅破壞，事隔2個月仍然睇得到。當時個沙包我哋堆咗呢度係60個沙包，第2個浪咧好急咁樣一冧沙包，我哋就走去後邊啲水一路咁樣衝，2分鐘就全間鋪頭浸晒。我好記得真係得2分鐘時間。呢度就係海邊啦。咁啲海水喺呢一度係衝入嚟，所以呢度係最快浸得好高。咁所有雪櫃咧係浸過晒，雪櫃即刻就跳晒隻黑晒。啲雪櫃俾鹹水浸過晒，全部都冇晒。李小姐係茶餐廳負責人，間鋪一半範圍托喺海床上面。打風嗰朝早，啲水由地板嘅罅隙湧上嚟，佢好擔心連間鋪都會冧。我哋不停祈禱，我哋知道大自然係好勁，所以希望除咗水退乜都做唔到。天鴿喺8月23號朝早最接近香港，當時維港錄得嘅水位高於海圖基準面3.57米，係自1954年有儀器記錄以嚟嘅第2最高，僅次於1962年颱風溫黛襲港期間錄到嘅3.96米紀錄。天鴿喺香港導致至少129人受傷。我40幾年代第一次咁風浪咁犀利咯。冇試過人犀利，10號風球都冇人犀利過。當時喺電視畫面啊，睇到有啲消防救人咧，就喺呢個位置啦。嗰個時候咧，因為嗰幅過路啊係懸空啊嘛，啲浪啊將佢沖冧咗，咁啊連屋內嘅地台咧好多都已經係即係講有個裂紋喺度。呢一幅地咧原本嚟係一個平地啊，一路伸出去到同嗰一幅睇齊嘅天鴿啊！呢個海浪咧就將所有嗰啲石啊、沙啊冚唪唥一個係捲咗出海，另外有一啲係衝咗上岸，咁啊形成一個大坑啊！嗰個力度係非常大嘅。天鴿襲港期間，天文台當時評定天鴿為強颱風，風力係每小時175公里。經過1個幾月嘅詳細分析，天文台決定將天鴿升級。其實我哋每次打完風之後咧，我哋都會分析翻我哋收集翻嚟嗰啲氣象數據嘅，再重組翻熱帶氣旋嗰個路徑啦，同埋佢嗰個強度嗰個變化。咁啊，製造一個最佳路徑嘅數據咧，就俾第時咧研究之用嘅。咁啊，今次即係天鴿即係升格做超強颱風嘅主要原因咧，就因為香港以南50公里嘅黃茅洲咧，係錄得持續風速咧係超過每小時185公里，咁同埋加埋我哋衛星同埋雷達嘅分析，咁所以咧就得出呢個咁嘅結論。講起戰後最強颱風，好多人都會諗起62年嘅溫黛。咁原來天鴿每小時185公里嘅中心風力同溫黛都係差唔多，但係今次好彩嘅係天鴿冇打得咁重。溫黛最接近香港嘅時候咧，係距離香港天文台咧係只有20公里嘅啫。咁而天鴿佢最接近香港嘅時候咧，係距離香港天文台咧係有60公里。咁有關天鴿為香港帶嚟嘅風力咧，我哋可以睇睇呢幅當天鴿接近香港時候嘅雷達圖像。喺8月23號嗰日咧，呢個最大風嘅區域咧，其實就係冇影響到香港嘅市區。咁如果天鴿嘅路徑咧再靠近香港20-30公里咧，途中最大風嘅區域咧係會掃中香港嘅市區。咁到時香港市區所承受嘅風力同埋破壞咧就會更加大。講完風力，下一集同大家跳出鯉魚門，為大家拆解一下點解啲水會浸得咁犀利。下集見啦！